就係38-7嘅上次對賽。我哋睇翻就係球隊方面啦，球員啦。球隊方面啊，見到啊美國隊嘅陣容啊，1號嘅賀健士，2號嘅班納特，4號嘅沙羅辛尼拿，5號嘅泰斯特，7號嘅馬里菲，9號嘅舒偉賴恩，12號嘅艾美力克嘅。咁啊，見到泰國隊啦，泰國隊啊，3號嘅斯沙高，4號嘅斯維查達，5號嘅杜達桑，7號嘅芬英宗啊，9號嘅美平，10號嘅積路尼帕，11號嘅普芬拿。好啦，咁美國隊咧上一場對住葡萄牙咧就係贏17-10嘅，即係話有3分在手啦。咁但係泰國隊方面咧就輸啊，大輸7-82俾呢個斐濟。咁啊，於是咧只係得1分嘅啫。美國咧喺打到香港之前啊嘅頭5站賽事咧，榜上邊嘅位置咧係第9位，佢哋係有24分㗎。咁泰國隊咧當然啦就係未上榜啦。好啦，呢位咧加拿大嘅球證啊。好啦，鏡頭睇到啦，美國隊咧就首先開波着住藍色衫，而黃色衫嘅就係泰國隊。咁啊，之前 Randy 都講過啦，美國隊咧喺上一站啊，阿德萊德嘅時候咧，歷史性就進入咗杯賽嘅決賽啊。咁啊，令到全世界譁然啊！咁啊，今站嚟到香港站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咧以更好嘅表現咧，再一次進入杯賽嘅決賽。泰國隊琴日大敗之後咧，睇下就可唔可以吸取到教訓啊！球證吹罰泰國隊嘅罰球，地上真球出到嚟，一個 miss pass， 兩邊走都過唔到啊！根本。即係你左右閃咁，但係美國隊嘅身形咧比較大隻啊嚇，傳咗出嚟，學健士做咗一個單檔傳球，哎呀傳出嚟嘅時候咧，向前跌咗波啦。美國隊雖然琴日咧就贏咗葡萄牙，咁但係分數咧就唔係好大㗎，17-10贏咗葡萄牙，咁所以咧你因為之後仲有一場比賽就要對住斐濟，咁所以咧就一定要喺泰國隊上面攞分㗎啦，以更佳嘅得失球咧就希望可以咧就進入到杯賽啊，除非佢哋可以喺小組裏邊就係擊敗斐濟隊啦。傳咗出嚟大邊，中間爆啦！艾美力克一個短傳傳咗俾啊馬里菲，馬里菲一個改變方向，後邊有人追㗎，追唔追到？追到啊！球證就吹罰啦，入波之後過咗條入波線之後，個波咧就 hold 住咗，所以咧。美國隊嘅一個嘅打係啦，呢度 hold 住咗佢啊！打出咗嚟，企得好遠啊！呢邊一個對一個入埋，有啦。舒賴恩嘅達陣，呢位咧就係啊美國隊嘅隊長啊，咁好多時喺危險關頭咧都要靠佢噶啦。呢邊慢鏡，其實美國嘅進攻線係企得好遠，呢邊其實都難到噶啦，咁但係冇計啦，身形太過大隻，咁啊爭一步。兼且美國隊嘅隊長啊，咁有經驗，所以攔唔到佢啊！咁遠嘅附加罰球亦都入埋喎。
美國隊而家領先7分。地上爭球，中間想揾地方突破，又係向前跌咗波啦，一個 turnover， 做咗個遠傳，球證吹罰咧就係向前傳波，呢度反而睇到就好似冇乜咁樣。兩邊嘅教練都好緊張嚇。交牛，泰國隊波。嗱，果然啊，即係喺力量方面，美國隊一定贏晒嘅。球證吹罰咗美國隊喺個大球上面做一啲小動作啊，同埋踢一踢個波。所以泰國隊嘅罰球，依邊成日諗住走啊！呢個5號仔，杜達桑出咗界，美國隊開咗個快波，又係佢喎，舒維賴恩過唔到啦，最終向前跌埋波添。鬥係屬於泰國隊啊，咁但係雖然就係泰國隊波啊，但係都冇乜着數啊。呢度啊，球證係吹罰，因為呢個波就喺同一笪地方碌翻出嚟啊，咁所以要再做過。一定搶㗎啦！喺個大球上面，美國隊啊，力量啊比你強，身形亦都比你大啊！美國隊嘅教練卡拉維拿00頭啊，對住泰國隊就嚟打完上半場，只有7分在手，佢都唔係好滿意啊！係啦，一定唔滿意啦！呢邊啊，泰國隊有位球員受咗傷啊！膊頭可能扭一扭，問題唔大啊！呢邊啊，佢都一路講啊，咁啊趁住呢段嘅時間啦，因為有軍醫入嚟呢，就係隊醫入嚟就係處理，咁佢都呢，就係離遠教一教路先，咁啊同個助教講一講。咁啊！依球究竟個戰術究竟係點啊？呢個球員呢，頭先啊落地嘅時候呢，個手踭好明顯呢，係落地嘅時候啊受一受力。咁睇嚟都幾嚴重喎，唔係好喐得。好啦，美國隊嘅進攻，嗱依度頭先教練已經教咗路㗎啦，會唔會轉向兩個對一個？依度做唔到 offload 啊！最終都傳到佢手上邊啊！好啦，咁啊，終於完上半場咧，可以有2個達陣。舒維賴恩隊長啊，第2個達陣啊，果然咧就係喺危急嘅關頭咧，就係幫到球隊啊！呢邊2個引咗2個嘅泰國隊球員埋嚟，呢個地上嘅傳球。呢位隊長啊，見到啦，有速度有體能，美國隊都好倚重佢啊！哎呀，個接發球做得非常好啊！打大邊，再出一個轉向，一個遠傳，依邊空晒啦。左手邊仲有一個，佢唔傳，走翻入邊。霍健士將個波啊傳翻出去，馬利菲中間想做一個突破，做唔到啊！巴納特傳埋俾翼鋒球員，今次啊佢係走咗去另外一邊揾食喎。
又係舒維賴恩啊！今場波啊已經第3球嘅達陣，仲有上半場啫嘛已經。不過其實上半場咧雞聲已經吹咗㗎啦，咁但係咧有啲補時嘅時間咧，咁竟然間喺呢段時間都俾佢咧係嚟多一個達陣。球證就提示啦，美國隊要快啲踢埋呢個附加罰球。咁啊，其實咧美國隊咧係由第1屆嘅巡迴賽開始已經有參加㗎啦嚇。咁係